今日有位表友寄嚟一隻萬國葡萄牙7日蓮，表殼9點位置撞凹咗一嚿，連防水圈都俾擠咗出嚟。如果唔處理好呢個位置，防水件根本裝唔搬落去。呢只係萬國自家產嘅51011機芯，上次保養已經係4年幾之前，其實保養期拉得有啲長，而家自動續成啲油已經乾晒，見到有油泥積聚。特別係呢兩個自動輪軸最容易磨損嘅部位之一，輪軸雖然睇唔到，但可以清楚見到掉咗落嚟嘅金屬碎屑。每款機芯都有自己嘅印滑短板，自動機械表最易出問題嘅係上鏈機構，擺輪軸又叫調速機構，佢係最耐用、消耗最慢嘅部分，油圈仲保持得好好。表殼有冚碰，加上防水圈老化，就影響到整體密封效果。啲零件都開始出現氧化，表盤離指針太近，係因為固定表盤嘅螺絲鬆咗，表盤有啲翹起咗，入面機芯零件狀態仲係幾好，指針輕微氧化都可以清潔返冇問題。呢兩個機件之前好鬼污糟，上面成堆都係生鏽嘅碎屑，而家清得乾乾淨淨，潤滑油個油膜唔會四圍流，擺輪軸上加咗新嘅潤滑油。